来高雄前金出名的百货公司的附近，有一间透天厝火烧厝，有3个民众掉离火场，加载顺利救出来，但是有3个消防员受伤了，因为这个火场的温度伤悬，热烫伤，身体无爽快。 紧急送病院，其中有2位的消防员较严重，一位是留医观察，一位是预防性插管治疗。透天厝导火消防人员8个人用电击锯开铁窗啊，和火场内底消防人员会当爬出来，因为这个火场的温度伤悬，消防人员的装备拢总藏落来，非常区赶紧冲水降温。昨高雄前金区出名的百货公司附近的透天厝火烧厝，有3个怕火兄弟受伤。2位在大同的一般病房，另外1位同仁在高一的那个6楼的那个烧烫伤的中心的隔离病房。 这件火警消防局出动40个人去拍火，不过发现有3个拍火兄弟受伤，包括前金分队姓叶的队员，手骨、骹腿有烫伤，伫病院观察；姓王队员颔管有烫伤，预防性插管治疗。也有一个另外分局的姓陈的队员，等去分队了，人感觉无爽快，就家己去病院，共款伫病院里观察。喉咙就比较消肿，然后他现在今天再去过去看，他已经情况非常好，脖子的部分呢有点受到热的一些烫伤。消防局长去病院看受伤的同仁，火警的同时第一时间调离内底3个民众被救出来，是讲拍火兄弟是安怎受伤的？在撤退的时候，可能他当时的火场的温度很高，可能受到一些热的烫伤。 强调讲，拍火作业流程无问题，只是因为火场的温度伤悬，铁提时造成同仁受伤，要搁伫病院观察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